褲頭越嚟越緊，飯後越嚟越攰，體檢紅字又多咗。你可能以為自己只係年紀到，原來你一直搞錯咗。最先出事的未必係體重，而係身體早就亮燈。好多30幾、40幾歲開始會有一種錯覺，個人攰咗少少，正常；肚腩出嚟咗少少，正常；夜晚飲2杯，第二朝有啲乾有啲腫，正常；體檢多1兩個邊緣紅字，正常。於是你就會用一句最方便但亦都最危險嘅說話打發自己：年紀到啦。但其實呢句說話好多時只係一塊遮羞布，你唔係真係解釋咗問題，你只係令自己唔使再追問落去。點解我明明食得唔算誇張，個肚都越嚟越難收？點解我成日都覺得攰，尤其食完飯特別攰？點解我以為自己只係肥咗少少，但體檢啲數字開始越睇越唔順眼？真正麻煩嘅地方係，身體好多時唔會一開始就用最痛、最嚇人嗰種方式提醒你，佢通常係先用一啲好細，好似冇乜所謂嘅變化試你水溫。腰圍大咗啲，精神差咗啲，口渴時會好自然想飲甜嘢，應酬完第2日特別唔在狀態，你每次都頂得住，於是你就以為冇事。但研究同臨床資料都指出，高尿酸本身通常冇明顯症狀，好多人係等到痛風或者腎石先知道自己原來早就出咗問題。而常見風險因素包括含糖飲品、酒精，尤其啤酒、肥胖、慢性腎病同某些藥物，例如利尿劑。即係話，最危險嘅未必係你已經痛到行唔到，最危險嘅有機會係你仲未痛，所以你一路都覺得自己安全。你有冇發現，我哋最擅長做嘅唔係照顧身體，係合理化身體。食完飯眼瞓就話工作忙，腰圍大咗就話新陳代謝慢，夜晚成日口渴就話天氣熱。其實有時唔係你冇收到提示，係你每次都幫自己喺到一個好聽嘅理由。我想同你講一本書，但唔想一開場就將佢包裝成有一本健康書，因為呢本書最有用嘅地方唔係教你背好多營養學名詞，而係逼你重新睇一件事。你以為自己只是中年發福，原來有機會一直搞錯咗。呢本書叫 Drop Acid， 中文有譯作瘋狂的尿酸。作者 David Perlmutter 嘅主張係，尿酸唔應該只被當成痛風數字，而係一個可能被低估咗嘅代謝警號。呢個主張有啟發性，但我哋今日唔會當佢係萬能答案，而係借佢嚟睇清自己平時最容易忽略嘅位置。呢個角度點解值得聽？因為如果你一開始就當自己問題只係肥或者老，你後面所有方法都會錯位。你可能會拼命節食，然後反彈，可能會買一堆保健品，覺得自己好有行動，可能會戒1兩樣你平時其實唔係好常食嘅嘢，之後又覺得自己做咗好多。但真正高頻、真正有份量，日日喺度拖住你個身體嘅，可能係另一套模式。例如一個好真實嘅場景，朝早趕住返工，食唔落嘢，求其一杯凍飲，夜晚應酬，幾杯啤酒，返到屋企攰到唔想喐，覺得今日都咁辛苦，唔差再食啲舒服啲嘅嘢，第二朝又由頭嚟過。你未必會即刻有大病，但你成個生活其實已經變成一部慢慢加壓嘅機器。所以今集最重要唔係問我有冇痛風，而係問我而家當咗係正常，嗰堆唔對勁會唔會其實一啲都唔正常？如果答案係有可能，咁下一步就唔係驚，下一步係搞清楚究竟係乜嘢，日日都喺度慢慢推高你嘅風險。尿酸唔係一種突然冒出嚟嘅毒，身體本來就會喺分解 purine 嘅時候產生尿酸，之後主要靠腎臟排出去。問題唔係有冇尿酸，問題係兩樣：一，做得太多；二，排得太慢。而會令尿酸升高嘅常見包括高 purine 食物、含糖飲料，尤其高果糖飲品、酒精，尤其啤酒、肥胖、慢性腎病同埋部分藥物。不過如果我淨係咁講，仍然太抽象，所以我想用一個簡單到中學生都明嘅比喻。你可以當個身體係一間日日營業嘅餐廳，尿酸就好似廚房每日一定會產生嘅垃圾。有垃圾本身唔出奇，問題係如果你日日外賣爆單，垃圾一直增加，同時清潔工又唔夠，清走得慢，咁廚房會點？一開始未必出大事，你可能只係覺得有啲逼、有啲亂、有啲味。但如果你繼續當冇事，最後就唔係有啲亂咁簡單，係成個廚房開始頂唔順，尿酸都差唔多。唔係一出現就有事，
係堆到某個位，身體先開始用你無法忽視嘅方式同你講夠啦。而好多人大力搞錯嘅地方，就係佢哋以為最可怕嘅一定係大餐，其實有時最可怕嘅唔係一連幾次火鍋，係你日日飲落肚嗰啲睇落唔算太誇張嘅嘢，例如果汁。果汁好容易令人有健康錯覺，包裝靚啲，加埋天然兩個字，人就放心晒。但醫療資料同飲食建議都指出，含糖飲品同高果糖飲料會推高尿酸，標準糖入面本身就有一半係果糖，而果糖代謝會產生尿酸，即係話你朝早飲落去嗰杯好似幾健康嘅嘢，身體未必同你有同一種感受。再講啤酒，好多人覺得自己唔算酒鬼，所以唔會將飲酒同代謝問題連埋。但官方同臨床資料都反覆提到，酒精，尤其啤酒，同高尿酸同痛風風險有明顯關聯。最要命嘅唔係你偶然豪飲一次，而係你把食飯配兩杯變成生活習慣，因為習慣先係真正拖住你最耐嘅嘢。咁聽到呢度，有啲人會開始緊張，咁即係我有啲邊緣高，就一定會痛風。又唔使跳去另一個極端。Medline Plus 指出，唔係所有高尿酸都會造成問題，大約1/4高尿酸人士會發展成痛風。呢個資訊其實有兩面，第一面係唔使一見尿酸高就自己嚇自己，第二面係你都唔好再用反正未發作當成冇事。你有冇試過咁？體檢有一個數字唔靚，你第一下唔係處理，係扮睇唔到，因為未痛、未入院、未嚴重，就覺得可以拖，但如果一盞燈喺你部車儀表板長期着住，你唔會因為架車仲行得就當盞燈唔存在。你會知道而家未死火，不代表真係冇問題。高尿酸對好多人嚟講就似呢盞燈，未必係最後診斷，但好有機會係一張回條，一張回你最近幾年飲咗啲乜，食咗啲乜，瞓得點，應酬得幾密，個身體正唔正在頂緊壓力嘅回條。所以去到呢度，真正要問嘅唔係邊樣食物永遠唔食得，真正要問嘅反而係我每日最常出現而且最值得先停一停嘅究竟係邊樣？如果你答得出，後面啲方法先會有力。如果你仲係一味怪海鮮、怪年紀、怪工作，你就好容易繼續做啱啲表面功夫，錯過真正有用嗰幾刀。講到呢度，我想直接俾你幾個今日就做到，成本唔高，但真係有機會幫你拉返個方向嘅方法。唔係神奇改命，係幫你停止喺錯方向上面，越做越勤力。第一個方法最簡單，亦都最容易俾人低估。先查你7日入面飲咗啲乜，唔好估，估一定唔準。你拎手機或者紙筆，連續7日記低自己飲咗乜：凍奶茶、手搖、果汁、汽水、甜咖啡、啤酒、宵夜配酒。你記1星期之後，通常會嚇親自己，因為大部分人從來都唔係輸俾一餐大餐，係輸俾日日都覺得一杯半杯冇乜所謂。研究同官方建議都將含糖飲料同酒精列為可改變風險因素，先由呢度落手，通常比你一開始瘋狂戒所有食物更實際。第二個方法唔係叫你終身戒酒，係叫你做一個誠實實驗，2星期內將啤酒同甜飲減半。留意我講嘅唔係戒到完美，我講嘅係你先由最常出現嗰2樣入手。平時1星期4次甜飲變2次，平時應酬逢飲必飲變成有意識少一半。原因好簡單，你最需要嘅唔係一個應用宣言，最需要嘅係一個身體會感受到嘅改變。當你2星期後發現下晝冇咁惰，口渴少咗，食甜衝動低咗，或者個人輕咗少少，你先會真心信呢件事值得做落去。第3個方法好平，但好多人懶得做，水飲夠。唔好小看呢句，除非醫生叫你限制飲水，否則一般人每日飲足夠流質，通常約6至8杯，有助身體排出尿酸。有啲本地用藥資訊甚至直接建議每日大約2公升水，你可以做得更低成本。早上起身1杯，午飯前1杯，下晝工作嗰陣1杯，晚飯前1杯。你只係加返幾個固定位置，唔係逼自己做神仙。好多時最有效嘅改變都唔係轟烈，係穩定。第4個方法，呢個好重要，因為太多人一驚就做錯。減重要慢，唔好發癲式暴瘦。肥胖人士如果逐步減重，對降低尿酸同痛風風險有幫助，但太快減重反而可能暫時令尿酸升高。呢句其實好值得中年觀眾記住。你唔係考試，
唔使一個月交張嚇死人嘅成績單。你個身體唔中意驚嚇，你用太急、太狠、太唔持久嘅方法，最後多數係反彈，再加深自責。相反，飯後行10至15分鐘，宵夜少一半，飲品先改，睡覺時間拉穩啲，呢啲聽落唔刺激，但係身體真係會跟到。第5個方法最容易俾人忽略，但其實最成熟。翻出你最近一次體檢，同埋你而家食緊嘅藥。如果你本身有高血壓、腎功能問題、肥胖、代謝症候群，或者食緊某啲可能令尿酸上升嘅藥，例如部分利尿劑，你就唔應該只靠自己喺網上睇2篇文章。更穩陣嘅做法係拎住數字去問醫生或者藥劑師，我而家個情況需要點追蹤？我最值得先改邊樣？我食緊嘅藥有冇需要留意？呢個唔係小題大做，呢個係終於肯用成人方法處理自己身體。你有冇發現真正有效嘅方法其實都唔花巧，唔係買貴 supplement， 唔係一夜之間變成自律大神，係你肯唔肯對自己誠實？你每日飲緊啲乜？你平時最常重複邊個模式？你係真係唔知，定其實一路都知，只係唔想認？如果你肯答呢幾個問題，其實你已經行緊喺啱方向。因為健康好多時唔係輸在唔識，係輸在你太擅長用藉口保護自己。去到最後，我想將成件事再拉返去觀眾最現實嗰度。呢條片最想幫你做嘅唔係嚇你話尿酸好可怕，我反而想你記住一句更有用嘅說話：你唔一定係輸俾一餐火鍋，更多時候你係輸俾日日都覺得冇乜所謂，冇乜所謂嘅一杯甜飲，冇乜所謂嘅2罐啤酒，冇乜所謂嘅少飲幾杯水，冇乜所謂嘅我聽日先算。一日真係冇乜所謂，但你連續做1年、做3年、做5年，身體其實有機會一直都喺度記賬。所以如果你問我 Drop Acid 最值錢嘅唔係乜，唔係佢俾咗你幾多飲食清單，唔係佢講到尿酸好似萬惡之源，而係佢逼你承認一件事。好多時你以為係普通中年，其實可能係身體早就亮起咗黃燈，只不過你一路冇當一回事。但更穩陣嘅理解係，佢提供咗一個有用視覺，幫你重新檢查自己每日高頻嘅習慣，而唔係保證所有問題都能靠降尿酸解決。你可以諗一個畫面：凌晨1點，廚房仲亮住燈，你拎住罐冰凍啤酒，肚有啲脹，個人有啲累，但你又覺得自己今日返工咁辛苦，放鬆下啫。你打開雪櫃，順手再拎啲嘢食。第2朝起身，口乾眼腫。你照鏡，會唔會第一下又係同自己講：唉，年紀到啦？其實有時唔係，有時唔係年紀，有時係你太耐冇認真睇過自己日日究竟為緊個身體啲乜。再諗另一個畫面，你放工返屋企，明明攰，但唔再用甜嘢獎勵自己。你倒杯水，出門口行10分鐘，但你知道自己做緊一件事，唔再用同一套模式繼續拖。呢種改變好細，細到冇人會為你鼓掌。但身體往往就係由呢啲細位開始，慢慢扭翻轉個方向。所以我唔會同你講，睇完呢條片你就會即刻逆轉所有數字。健康唔係咁運作。我只會話，研究同臨床都提醒我哋，高尿酸有機會喺冇明顯症狀時已經存在，等到痛風或腎石先被發現。而你今日開始調整飲品、酒精、水分、體重管理同求醫意識，係有機會幫你減低風險，拉翻個方向。如果你本身已經試過急性關節紅腫熱痛，或者懷疑自己有腎石持續不適，就唔好將呢條片當成治療手冊，應該盡快揾醫生評估。但如果你仲喺未到出事，只係開始覺得自己唔對路嗰個階段，咁其實你仲有空間，而空間正正就係最貴嘅嘢，唔係人人都等到痛先肯改。更聰明嘅人係見到黃燈就開始收油。所以今集最後，我只想你帶走3句說話。第1句，你未必只係中年發福，原來有機會一直搞錯咗。第2句，你唔係輸俾一餐放縱，你更可能輸俾日日都覺得冇乜所謂。第3句，唔好等身體用最痛嗰種方式先逼你認真。今晚飲嘢之前望一望自己手上嗰杯，聽日朝早買飲品之前停一停，下次再想用年紀到打發自己之前問多一句：我係真係冇得搞定，其實只係太耐冇認真面對。如果今集又幫你將一件事講清楚，幫我輕輕訂閱，書你有局就夠。之後我會繼續用最貼地、最唔講廢話嘅方式，同你講更多真係用得着嘅書。